了这样。今天我们在选一个讲道题目的时候，我们考虑当我们讲完一个士世纪以后，我们讲什么？然后我们发觉到那个士世纪结束的时候，我們已經在差不多是那個初夏的時間，所以夏天通常我們教會呢，我唔記得咗佢喺度，sorry，通常我哋教會講道咧係去到夏天嘅時候咧會有啲即係個主題講道嘅。通常我們教會到夏天的時候呢，會有一個主題的講道。咁啱咧，今年咧即係講完咗呢個士師記之後咧，又係即係夏天嘅時間。又剛好呢，我們講完士師記嘅時候，又到了夏天了。唔係好似夏天，咪仲好凍嘅出邊係咪？但是這個夏天好像比較有點冷，對不對？咁所以咧就於是乎咧，我哋就亦都諗到咧，今年咧係2025年咧係特別嘅一年。我們也覺得今年2025年是比較特別的一年。我唔係話因為今年有某位總統喺白宮裏邊今年。我並不是說因為某一位總統在白宮裡面就說他特別。係教會歷史裏邊2025年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年。而是在教會的歷史上，2025年是一個很特別的年份。因為喺1700年前，因為在1700年前嘅5月20號的5月20號，喺呢個嘅土耳其嘅地方，今日嘅土耳其嘅地方，在今天土耳其的一個地方，呢個羅馬帝國嘅皇帝召開咗一次劃時代嘅大公會議。因為羅馬帝國在這個時候召開了一個劃時代的大公會議。君士坦丁大帝，君士坦丁大帝喺大約呢個313年，在313年，距離而家大約超過1700年之前，313年，在超過1700年之前，就公元313年，佢開始係容許呢個嘅基督教變成呢個嘅合法嘅宗教。他允許基督教變為一個合法的宗教。因為佢冇幾耐之前佢信咗耶穌。他在沒有多久之前就信了耶穌。於是乎佢跟住見到喺呢個羅馬帝國裏邊，因為宗教所產生嘅呢個嘅衝突。因為他就在羅馬帝國裡面，因為宗教而產生的衝突。佢覺得需要喺呢個嘅325年嘅5月20號召開一次嘅大公會議。他就在325年的5月20號召開了一次大公會議。於是乎喺呢個1700年，距離而家嘅1700年之前，就距離現在1700年前，亦都係大約喺5到6月之間呢段嘅時間。也大概5到6月這段時間，就係呢個全個嘅教會呢個嘅第一次嘅大公會議嘅舉行。是全國的教會第一次大公會議的舉行。咁嗰次大公會議嘅結果，那這次大公會議的結果呢？就喺你手上嘅呢張嘅尼西亞信經，就是你手上的這張尼西亞信經。所以呢張嘅呢個信經寫成嘅時間已經離開而家差唔多有1700年嘅時間。所以這個信經到寫成的時間到現在已經有1700年了。有啲詳細嘅即係少少嘅呢個歷史，我可以話俾你聽嘅，但係即係最主要你想知道，我想你知道你手上攞住嘅呢張嘅紙仔。有一些詳細的歷史呢，我也會再說給你聽。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手上拿着這個紙張，係代表教會嘅合一，是代表教會的合一，代表咗呢個聖經嘅教導，代表了聖經的教導，同埋代表咗呢個神俾我哋嘅福音嘅一個嘅呢個嘅象徵，一段嘅認信。這也代表神給我們的教贖的一個象徵和一個認信，亦都係神俾全世界所有嘅眾教會嘅，也是神給全世界眾教會的。所以我哋呢個嘅5月到大約7月8月嘅時間，我哋會花即係幾個月嘅時間，
6月，所以我以為而家5月，係6月去8月嘅時候，我哋花時間去了解一下究竟呢個嘅信經裏邊寫嘅某啲嘅內容。所以我們在6月到8月的時候，我們會花一點時間來解釋一下聖經，說一些聖經裡面的內容。咁我哋會用聖經嘅，我們會用聖經，但係啲聖經咧就唔會係留喺一段嘅地方，佢會去唔同嘅聖經裏邊會用唔同嘅地方嘅經文。但是我們並不會留在某一個特定的地方，而會用聖經裡面不同地方的經文。所以如果你係唔係好熟悉啲聖經嘅地喺邊度個位嘅話咧，會有少少困難嘅。如果你不熟悉聖經每個地方的章節的分布的話，會有一點點困難。我會盡量用呢本聖經裏邊嘅頁數去幫你去揾嗰啲地方嗰啲聖經嘅經文。我會盡量用這本聖經裡面的頁數來幫你找這個經文。我希望因為咁樣你可以去知道大約嗰啲嘅重要嘅經文放喺邊個地方。這樣你就會知道一些比較重要的經文到底是在哪裡的。另外，你入嚟教會入嚟我哋聚會地方嘅時候，你見到一張嘅程序單。你進來的時候有一個程序單。程序單裡面有一欄係可以俾我哋寫少少嘅筆記嘅。程序單上面有一個地方是可以讓我們寫一些筆記的。我希望你即係有支筆或者係有嗰個程序單，你可以幫你去寫低一啲比較重要而你冇辦法去攢嘅冇機會攢嘅嗰啲經文。你也可以拿一支筆，把這些程序單上面寫下來一些比較重要的經文，也許你沒有時間去翻看的，可以把它寫下來。我知道你中間有啲人呢，就唔會靠嗰張程序單去寫筆記嘅。我知道你們很多人沒有靠這個程序單來寫筆記的。你有啲比較專業少少寫筆記嘅人，有一些比較專業的會寫筆記的人。你專業寫筆記嘅人，你有自己有筆記簿去寫你嘅即係講道筆記。你自己也許會有自己的筆記本來寫一些筆記的。我鼓勵你考慮下做呢樣嘢。我可以鼓勵你做一些這樣的事情。嗰啲筆記平時你寫喺程序單時，你其實而家你冇即係你冇筆記，即係冇筆記你寫喺程序單裏邊帶翻去我哋做靈修。你可以把沒有筆記本牌寫在程序單上，拿回家可以做靈修。OK。我今日會用某啲嘅經文，我而家我哋讀咗俾你聽先，好冇？我們今天會用一些經文，我就先把它讀給你們聽。我讀俾你聽，應該喺呢個即係個幻燈片上邊。OK，我就咁用呢個廣東話讀好啦。OK，用廣東話讀。OK，第一段經文係申命記嘅第6章第4節。OK。聖經咁講，以色列人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的神是獨一的主。第二段聖經係呢個嘅馬可福音第12章嘅第29節，耶穌引用申命記嘅第6章第4節同埋嗰啲附近經文。聖經咁講，耶穌回答說：第一要緊的就是說，以色列你要聽，主我們神是獨一的主。跟住第3段嘅聖經好短，喺成本聖經嘅第1節聖經，創世記第1章第1節，起初神創造天地。跟住另外仲有一段聖經喺哥羅西書嘅第1章第15到第16節，呢度講到呢個嘅神去做某啲嘅嘢，創造，特別係聖經咁講，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為萬有都是靠他做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着他做的，又是為他做的。最後一段我嘅經文，我哋喺希伯來書第11章嘅第3節，聖經要咁講：我們因着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神話造成的，這樣所看見的並不是從顯然之物做出來的。呢個係大約我哋會用嘅一啲嘅經文。頭先我哋講到呢個嘅尼西亞嘅大公會議。我們剛才說到尼西亞的大公會議。喺今日嘅土耳其嘅一個嘅小鎮叫做 Iznik。在今天土耳其一個小鎮叫 Iznik。如果你去呢個嘅軍事去呢個嘅伊斯坦堡，即係坐飛機去伊斯坦堡有機場噶嘛，你可以坐飛去嘅。
你如果去的話，可以坐飛機去伊斯坦布爾有機場，你可以坐飛機去。跟住咧，你應該可以揾到有即係旅遊團咧，帶你坐呢個嘅巴士咧，由呢個伊斯坦堡咧就係坐去呢個嘅尼西亞呢個地方。你應該可以找到旅行團坐巴士，他們會帶你從伊斯坦布爾去這個尼西亞這個地方。尼西亞今日佢個城市唔係叫尼西亞，叫做呢個嘅 Iznik。今天這個城市已經不叫尼西亞了，叫 Iznik。應該係好多旅遊團，即係遊客去嘅地方嚟嗰度係。應該是很多遊客會去的地方。因為喺1700年嗰度發生咗好重要嘅一件事件。因為1700年前發生了很重要的事情。而裏邊所發生嘅呢個嘅會議唔係關乎呢個我哋今日所謂嘅基督教。當時發生的會議並不是事關我們今天的基督教，而係關乎所有信耶穌正統嘅教會，而是關乎所有信耶穌基督的正統教會。喺呢個嘅會議裏邊，在這個會議裡面呢，呢個嘅君士坦丁呢個大帝，這個君士坦丁大帝邀請咗全天下嘅200到300幾個嘅牧者去到呢個嘅尼西亞嘅地方嚟到開會。他邀請了全世界大概200到300多的牧者來到尼西亞來開會。嗰個地方呢個位置，我哋而家會叫做東羅馬帝國嘅位置。這個位置呢，我們現在稱它為東羅馬帝國的位置。伊斯坦堡以前唔係叫伊斯坦堡，叫做咩啊？知唔知啊？伊斯坦布爾以前不叫伊斯坦布爾，你知道他們叫什麼嗎？知唔知個名係咩啊？今日叫伊斯坦布，伊斯坦堡係咪？我唔知佢呢個普通話翻譯咪叫伊斯坦堡嘅，呢個係講嚟廣東話呢個香港人嘅翻譯嚟。以前嗰個地方叫做君士坦丁堡。以前呢個地方叫君士坦丁堡。點解係君士坦丁堡？為什麼叫君士坦丁堡？因為嗰個係東羅馬帝國嘅首都。因為它是東羅馬帝國的首都。西羅馬帝國嘅首都喺羅馬。西羅馬帝國的首都在羅馬。但係喺呢個第4世紀嘅時候已經俾呢個嘅外族攻陷咗。然後在第4世紀嘅時候已經被外族攻陷。所以西羅馬帝國喺大約4世紀度已經係沒落咗㗎啦，4、5世紀已經沒落。所以西羅馬帝國在第4世紀第5的時候已經沒落了。東羅馬帝國以君士坦丁堡為首都，一直延伸到一直去到呢個15世紀。東羅馬帝國以君士坦丁堡為首都，一直延伸到15世紀。你都可以話，而家嘅歷史學家唔會叫做東羅馬帝國嘅。當然，現在的歷史學家不會把它稱呼為東羅馬帝國，因為有歷史學家俾佢另一個名叫做拜占庭帝國。有另外一個名字，歷史學家把它稱之為拜占庭帝國。但係住喺嗰個地方嘅人一直認為自己係羅馬人嚟嘅。住在那裡的人一直都以為自己是羅馬人。唔單止係羅馬人，係正統嘅羅馬人。不單是羅馬人，而且是正統的羅馬人。但係佢哋唔係講拉丁文嘅。但是他們並不是說拉丁文。佢哋講希臘文嘅。他們說希臘語。所以喺呢個地方，呢個嘅君士坦丁大帝佢召開呢個會議係為咗教會同埋佢嘅帝國嘅好處。當然，這個在這裡君士坦丁大帝召開這個大會呢，是為了教會和他自己帝國的好處。因為當時嘅教會已經唔少，不斷咁發展緊。而且當時的教會已經不小了，一直在發展。我哋都會相信，因為呢個嘅當時嘅所謂，我叫做基督教啦，好唔好？即係俾我就咁算佢叫做基督教，其實你可以叫佢另一個名嘅，但係叫做基督教。基督教嗰陣時已經吸引咗好多，因為佢變成一個正統，變成一個合法嘅宗教，吸引咗好多嘅人入教。我們暫且把它稱之為基督教好了，因為它有別的名字。當時這個基督教已經發展得很好，有很多人加入這個教會。好多人入教會，因為好多唔同嘅原因，可以為錢，可以為工作，可以因為佢真係信耶穌。他們加入教會有很多的原因，有的人為了錢，有的為了別的，也有人為了工作，也有可能是真的因為信基督。咁好多人入基督教，即係入咗個信仰嘅時候，佢會將佢以前信嘅帶埋入去。很多人信基督教的時候呢，就會把他以前的信仰的東西帶進來。佢會將佢當時影響緊當時嘅文化嘅哲學理論呢個宗教帶埋入去教會裏邊。
他會把當時他自己的哲學理論那些宗教帶進來，影響到整個社會。亦都喺呢個情況之下，當時嘅教會發覺自己對耶穌基督嘅本性，佢原來係一個耶穌的基督到底係一個點樣嘅人，點樣嘅神，仲未搞得清楚。所以教會就認識到他們對耶穌的本性，也就是說耶穌到底是怎麼樣的人，怎麼樣的神，他並沒有搞得很清楚。所以有呢個嘅辯論同埋衝突，所以就開始有了不一樣的辯論和衝突。一個帝國裏邊有唔同宗教嘅辯論同衝突，會引起個帝國裏邊嘅不和同埋呢個嘅分裂。一個帝國裡面對一個宗教有辯論嘅衝突，會導致這個帝國的不和和衝突。所以有原因點解呢個君士坦丁大帝需要召開呢個嘅325年嘅呢個尼西亞大公會議想去解決呢件事。所以這就是君士坦丁大帝為什麼在325年召開這個會議，就是要解決這些矛盾。如果呢啲嘅錯誤嘅教導或者異端嘅帶頭人係比較醜樣少少，同埋唔係好識講嘢嘅話咧，就冇問題嘅。如果這些異端或者說不同的教會領袖是比較難看或者醜惡的話，那可能也許不是一個問題。最擔心咧就係嗰啲即係異端咧，就係即係嗰個異端嘅頭咧又靚仔，跟住又識講嘢。最怕就是這些異端的頭目呢，就又好看又會說話。唔單止又靚仔，跟住又識講嘢，同埋又虔誠，而且很虔誠。即係你睇落去咧，佢成個好似真係基督徒咁樣嘅嗰啲咧。你看到的樣子，他就看起來真的是像真的基督徒一樣的。咁咧，對於啲基督徒嚟講咧，就好大鑊啦呢樣嘢。那這樣子的話就很麻煩了，對真正的基督徒來說。因為你見到某啲人如果好虔誠講嘢，譬如佢温温柔柔咁咧，即係唔係好粗魯咁講嘢嘅話咧，你好難分到佢係咪真定假嘅。因為有的時候你看到一些人，他們很虔誠、很温柔，並不是那些很兇惡的人的話，你就很難分辨他們是真的還是假的。當時喺嗰個嘅羅馬帝國嘅情況裏邊，就有一位咁樣嘅應該叫做主教啦，叫做。當時在羅馬帝國裡面呢，應該就有這麼一個人，就是一個主教。佢相信耶穌，佢唔相信耶穌係神。他不相信基督是神。佢係相信咧耶穌係另外一樣嘢。他覺得耶穌是另外一個東西。所以產生而佢喺嗰個位咧係呢個亞歷山大呢個嘅地方。他所在的位置是亞歷山大。亞歷山大係重要嘅城市，北非。亞歷山大是北非洲一個很重要的城市。佢嘅影響力會影響全個帝國。他的影響力是足以影響整個帝國的。加上佢一個好虔誠嘅信徒。加上他是一個非常虔誠的信徒，有口才，有口才，於是乎會產生好多嘅影響力，所以有很大的影響力。引致教會內部嘅衝突嗰時候，呢個君士坦丁大帝就決定要開始咁嘅大公會議。在教會裡面產生這個矛盾嘅時候，君士坦丁大帝就決定召開這個會議。佢召開呢個會議嘅時候，有300幾人嚟開會。他召開這個會議的時候，有300多人來開會。佢請佢哋嚟開會嘅。他請來開會的。嚟嘅人由大部分嘅我哋叫做牧師啦，係喺呢個東羅馬帝國嘅牧師。大部分來的這些牧師呢，是東羅馬帝國的牧師。有10個或者以下嘅係由西羅馬帝國嚟。只有10個或者以下的人是西羅馬帝國來的。原因係有好多唔同，即係特別嘅原因。一來係西邊要過嚟唔係咁容易，去東邊唔係咁容易。有很多嘅原因，其中一個就是從西羅馬帝國過來的話，並不是很容易的。另外呢個所謂亞里斯呢個 Arius 呢個主教影響嘅地方係東羅馬帝國嘅地區。而這個主教，我們說叫阿里斯，這個人他影響的地方是東羅馬帝國的地方。於是乎，大部分嚟開會人都係呢個東羅馬帝國嘅呢啲嘅牧師。所以大部分嚟開會的都是東羅馬帝國的牧師。於是乎佢呢個嘅當時嘅你可以話嘅教宗，佢冇辦法去，佢就派咗一個代表去主持去主持呢個嘅會議。所以他這個教宗當時就沒有辦法去，他就派了一個人去主持這個會議。我講教宗意思即係話佢由西方教會過去嘅，西邊過去嘅。我說的這個教宗是指從西羅馬帝國過來的教宗。
於是乎佢下邊大多數開會嘅人其實唔係喺佢嗰個區過去嘅。所以他其實下面在開會，大部分的人並不是他所在的區派過來的。但係佢去到呢個尼西亞開會嘅時候，當他去到尼西亞這個地方開會的時候，佢唔單止係呢個教宗派佢過去嘅，他不單是教宗派他過去的，而係佢代表呢個君士坦丁大帝去主持嗰個會議嘅。而且是代表君士坦丁大帝去主持這個會議的。呢個就係佢嘅重要性。這是它的重要性。咁個會議一直開會，開到大約係6月去到7月。這個會議就一直開，從大概6月開到7月。咁就將呢個嘅尼西亞信經寫咗出嚟，就把這個尼西亞信經寫了出來。我哋今日手上攞住嘅版本，我們今天手上拿的這個版本，唔係當時嘅嗰個嘅版本，並不是當時的版本。當時嘅版本我諗係去到大約係第6或者第7段就第6或者第7句就停咗喺度啦。當時的版本到第6或者第7句這裡就停了。佢當時嘅325年嘅版本有少少唔一樣，結尾嘅有少少唔一樣。當時325年的結局版本的結局有一點不一樣。我哋而家攞住嘅版本係應該係另外一個大公會議君士坦丁會議381年所寫出嚟嘅。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版本是另外一個君士坦丁大帝召開的版本，是381年寫出來的。呢個亦都係喺嗰個君士坦丁堡嘅會議裏邊佢哋議決所將所有嘢將佢再修飾過一次，寫得比較詳細少少。所以他也是把這個君士坦丁大帝那個會議整個再整理過，把它寫得更詳細一點。所以即係我哋將呢個英文版本寫咗出嚟，印咗出嚟喺英文堂嗰度，即係分發。中文版本我哋寫咗喺度，即係俾你能夠睇得到。所以我們也把英文版本打印出來，在英文堂分發。然後我們這裡有中文版本。我哋會鼓勵你去讀佢同埋去背咗佢。我們會鼓勵你讀它，而且把它背誦下來。有可能會背到嘅。你是可以背得到的。你就記得好似你背呢個嘅呢個主禱文一樣。就跟你背誦主禱文一樣。如果你不斷嚟教會聚會嘅話，你讀咗大約係幾百次之後，你就記得到㗎啦。你如果不停來教會聚會的話，你讀幾百次的話，你就會記住了。就呢張嘢。就這個啦。咁仲有呢，喺我哋即係教會裏邊同時間發生嘅嘢咧，就喺主日學裏邊。我們教會同時發生的事情也在主日學裡面。喺英文部主學就會講呢個嘅，唔係講呢個嘅信經，而係講同呢個信經有關嘅嗰啲信仰嘅內容。在英文部裡面呢，他就會講這個，不是這個信經，但是跟這個信經是相關的。說到信仰的問題。呢個就係呢個嘅小要理問答嘅主日學課程。小要理問答，就是小要理問答裡面的內容。但係喺中文堂呢邊，在中文堂這邊呢，喺星期5同埋星期6朝頭早，在星期5跟星期6早上，我哋就冇講呢個小要理問答嘅嗰啲嘅問同埋答。就我們就沒有說小要理問答裡面的問和答。我哋用另外一個方法。我們用另外一個方法。我哋就用呢個嘅巴克所寫嘅嗰本嘅書仔叫做《簡明神學》。我們就用巴哈寫的這本書叫《簡明神學》。嚟到去幫你去了解你嘅信仰究竟係邊一回事。幫你了解你的信仰到底是怎麼樣一回事。我哋希望我哋即係講呢啲嘢嘅時候，會去到一個程度係你可以明白到同接受得到嘅。我們希望我們講解的時候呢，能達到你可以理解而且接受的程度。今日我哋講嘅呢個信經裏邊就係講第一句。我們今天說的就是說第一句。呢一句點講呢？佢話：我信獨一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和有形無形萬物的主。我信獨一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和有形無形萬物的主。我哋今日去討論呢節嘅信經嘅時候，我們今天來討論這一節的信經的時候，我哋會了解究竟有好多人對呢啲嘅信經產生嘅一啲嘅疑問。我們會了解很多人對這個信經所產生的一些疑問。好多人會認為呢啲信經嘢係天主教嘢嚟嘅。很多人會覺得這個信經是天主教的東西來的。亦都有人認為呢啲嘅所謂信經嘢係人寫嘅。也有人會認為這個信經是人寫的，不足以我哋能夠需要花時間喺教會裏邊去講呢啲嘢。
並不值得我們在教會裡面花時間去講這個東西。你花時間去講呢啲咁嘢，不如講多啲聖經啦咁樣。你花時間去講這個東西，還不如講多一點聖經。比較現代啲嘅對呢啲信經嘅嘢嘅批評。比較現代的對這個信經的批評呢，就會覺得呢啲咁嘅文字嘅嘢，信經嘢寫出嚟嘅嘢係好古板同埋冇生氣。很多人會覺得這個信經裡面寫出來的東西是非常古板而沒有生氣的，唔能夠培養你對神嘅熱情。並不能培養你對神的熱情，所以講嚟都嘥時間嘅。所以也是浪費時間去講。但我哋會去討論呢啲，嘗試討論呢啲人對呢個信經嘅質問。我們也會嘗試討論一下這些人對信經的責任。但係更加重要嘅嘢，但更加重要的事情，我哋需要點解了解佢點解咁寫？我們要知道他為什麼這樣子寫。佢啲文字係點樣出嚟嘅？他這些文字是怎麼樣出來的？簡單嘅講，簡單來說，呢個信經裏邊用嘅文字，這些信經裡面用的文字，其實有好多係聖經度出嚟嘅。其實是聖經裡面出來的。你單單就咁攞個信經嚟睇，你單單只拿一個信經來看的話，你就好似喺度睇緊好似好哲學性嘅嘢，看起來好像是很哲學性的東西。其實你去小心啲揾翻聖經裏邊佢點寫呢個聖經嘅時候，好多嗰啲文字其實係聖經度嚟嘅。你去小心裡面去看聖經，去看這個信經是怎麼寫的時候，你會知道很多文字其實是從聖經裡面出來的。我唔會話俾你聽，我不會跟你說，呢成個信經裏面所有嘅文字都係聖經嘅文字。並不是所有信經裡面的文字都是從聖經而來的。因為聖經本身裏邊有嘅文字唔足以能夠幫助我哋好清楚嘅表達我哋嘅信仰。有的時候聖經裡面所有的文字並不能很清晰地幫我們表達我們的信仰。我哋需要借用另外一啲嘅文字去幫助我哋表達同埋討論我哋嘅信仰。我們需要借用一些別的文字來討論和表達我們的信仰。好簡單嘅例子，很簡單的例子，三位一體。三位一體。三位一體喺聖經裏邊冇出現過。三位一體在聖經裡面並沒有出現過。呢個係歷史裏邊提出嚟嘅一個嘅四字詞，去表達同埋形容一個好基本、好重要一個嘅教義同埋真理。這是從歷史上發展出來一個四個字的詞語來表達呢個嘅一啲基本嘅真理，表達一些基本的真理。呢個四字點嚟？這四個字的詞是怎麼來的？老實講係哲學。老實說是哲學。哲學語言。是哲學上的語言。遲啲我同你講點解我哋可以用呢咁樣嘅嘢，不過而家唔會喺呢次裏面講。遲點我可以跟你解釋為什麼我們可以用這樣的詞，但是我們現在就不說了。我希望即係去咁同你去講呢啲嘢嘅時候，我希望我在跟你說這些的時候，幫你同埋教你點去學識點樣諗呢啲嘅嘢，會幫你想考慮信仰嘅問題，去考慮信仰的問題，唔係淨係識得死背聖經，而並不是只是為了死背聖經，淨係識得去你需要你嘅信仰係需要去用出嚟嘅。你的信仰是要用出來的。遇到唔同嘅情況，有啲古靈精怪嘅教導同埋信仰抌俾你，你識得去分嘅要。有一些比較奇怪的一些理論啊，或者教導給你的時候，你要學會去分辨。所以我教你去點樣去了解呢啲嘅信經嘅時候，係要幫你做緊呢樣嘢。我在教導你信經嘅時候是在教導你這個東西。所以呢10幾個禮拜會有難度。所以這10幾個星期可能會有一些難度，但我邀請你哋去跟我哋行呢段嘅路。我邀請你過來跟我們一起走這段路。你聽完之後你唔係好明白嘅話，你聽完之後如果不是很明白的話，唔好俾我返屋企，不要讓我回家，留喺度話俾我聽，究竟你有咩唔明？留在這裡跟我說你是到底哪裡不懂。寫低話俾我聽，有啲咩你需要去改變嘅。寫下來有哪一些東西你是需要我去改變的。所以呢啲嘢係即係我哋願意花時間去講嘅時候，原因係因為呢啲係好重要。我們願意花這個時間去講這個話，是因為它是很重要的。嗱，翻返頭先我哋原本講嘅問題，有人話呢啲咁嘅信經嘢係天主教嘅嘢。就回到剛才我們的話題，有些人就說這個信經是天主教的東西。係咪天主教嘅寫出嚟嘅呢個係？是天主教的人寫的東西，寫的這個東西嗎？老實講，公元325年，你可以話天主教未存在。老實說，在公元325年，你可以說天主教還不存在。你知點解咁講啊？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當時普天下嘅教會未分開做呢個天主教同埋呢個基督教同埋呢個嘅東正教。
當時普天下的基督教還沒有分開成為天主教、東正教和基督教。當時只有一個教會。當時只有一個教會。呢個就係點解呢個君士坦丁大帝可以召開呢個我哋叫做大公會議嘅原因。這也是為什麼君士坦丁大帝可以召開這個大公會議的原因。亦都係點解佢哋走埋一齊做呢個決定嘅時候，係影響全天下所有嘅教會嘅信仰。也就為什麼他們聚集一起做這個決定的時候，是影響到全天下的教會。所以佢開呢個會議係喺呢個嘅1054年嘅教會大分裂之前嘅時代。他這個會議是在1054年教會大分裂時期之前的事情。喺1054年之後，教會分開做東正教同埋呢個嘅羅馬天主教。在1054年，在教會才分裂成了東正教和天主教。因為兩邊嘅領袖互相踢大家出教會。因為雙方的領袖在互相把別人趕出教會。但係而家係325年，唔係1054年。但我們這裡是325年，而不是1054年。教會只有一個。教會只有一個。而所以我哋唔可以話呢個信經係天主教嘅嘢。所以我們不應該說這個聖經是天主教的東西。我哋可以話我哋應該話呢個係教會嘅嘢。我們應該說它是教會的東西。普世教會嘅認信。普世教會的認信。我希望你可以好舒服咁接受到呢個嘅真理，唔會覺得有困難。我希望你能很舒服地接受這個真理，而不會有困難。你可以需要接受到就係我哋嘅所信嘅嘢，同天主教信嘅嘢，同東正教信嘅有啲嘢係基本上係一致嘅。你要知道，有一些信仰上的東西，在東正教和天主教上，我們有一些東西是一致的。所以我哋唔會隨便話天主教或者呢個東正教係異端。所以我們並不會說東正教或者說天主教是異端。佢哋有錯，但係個錯地方唔係喺某啲嘅基本信仰上邊。他們有錯，但是他們的錯的地方並不是在一些基本的信仰的東西上。第二，有人會話呢啲嘅寫出嚟嘅呢個信經嘢係人寫嘅嘢。有人會說這個信經是人寫的，唔需要我哋花時間去理佢嘅，不需要我們花時間去學習。但係你知道，如果佢咁講嘅話，你知道他這麼說的時候呢？今日冇人坐喺度聽我講道嘅。今天不會有人坐在這裡聽我講道，因為我講嘅道係我講出嚟嘅咯。因為我說的道是我說出來的，啲講章係我寫嘅咯。那講的東西也是我寫的。同埋所有普天下所有咁多個世紀嘅呢個講章都係有人寫出嚟嘅。而且這普天下所有的講道的講章都是人寫出來的。如果你話呢個信經係人寫嘅嘢，於是乎我哋唔值得去討論佢，唔值得理佢嘅話，咁我唔知你會討論啲咩嘢。如果你說這個信經是人寫的，所以不值得去學習去討論的話，那我不知道我們還有什麼值得討論的。有時候有信徒會話俾你聽，有的信徒會告訴你，佢所講嘅嘢係聖經嗰度出嚟嘅。他所說的東西是聖經裡面出來的。但係你需要去諗清楚呢樣嘢。那你要想清楚，當佢由聖經裏邊由咁多嘅經文，由咁多章嘅聖經裏邊攞一節經文出嚟去討論嘅時候，你要知道，他從這一大本的聖經這麼多的章節拿一段出來討論的時候，跟住佢話俾你聽，呢節係咁多嘅經文同埋章節裏面最重要、好重要你需要知嘅嘢。他跟你說，這一段是所有的章節這麼多經文裡面最重要的一節。嗱，呢節聖經咧就話俾你聽咧，你今日下晝咧要食 buffet 啊，定係食呢個嘅拉麵啊？這個聖經就會跟你說，你今天下午要吃 buffet 啊，還是要吃拉麵？當佢咁做嘅時候，當他這麼做的時候，唔係嗰個即係例子嚟，即係唔會咁叫你講嘢。如果咁叫你講嘢，就應該叫我去即係幫佢即係食咗個餐飯佢啦，係咪？係通常佢唔會咁做嘅。這只是一個例子，並不是說真的會叫你去這麼做。佢通常唔會咁做嘅，但係佢咁做嘅原因，因為咧佢係佢將嗰段聖經嚟用咗喺某啲嘅地方裏邊，佢隨便去用。他這麼做的是，他把這個聖經把它用在一個某個特別的地方。意思即係話你隨時去攞一節聖經出嚟去用嗰時候，其實我話俾你聽，你係創造緊你自己嘅神學。每一次你把一段聖經拿出來用在某個地方的時候，你其實就是在創造你自己的神學。你喺聖經裏邊拿一兩節聖經出嚟 ，OK？ 你從聖經裡面拿一節或者兩節的聖經出來，跟住如果你話俾你老婆聽，聖經叫你今晚要煮飯，
如果你跟你老婆說聖經叫你今晚要做飯，你喺度砌緊神學，你就在堆砌神學。而呢個神學唔一定聖經有教我哋咁做嘅。而這個神學未必是聖經裡面教導我們這麼做的。所以你攞聖經出嚟用，所以你拿聖經出來用，聽人引用聖經嘅時候，聽到別人引用聖經的時候，你要小心佢究竟去做緊啲咩嘢。你要小心他到底是在做什麼事情。同樣，我哋話睇完聖經，然後我們說看完聖經，人寫出嚟嘅嘢，人寫出來的東西，唔一定全部係錯同埋唔值錢嘅，也未必是全部都是錯或者不值錢的。因為我哋知道神用人寫嘅嘢，我們知道神用人寫的東西去傳福音嘅，去傳福音，去講解釋真理嘅，去解釋真理。所以人寫嘅嘢，所以人寫的東西可以係合乎神嘅心意同埋合乎聖經嘅，可以是合乎神的心意和聖經的。所以我哋要去小心去討論同埋去了解。所以我們要小心的去討論和理解。你會聽到呢啲咁樣嘅時候，你會了解到呢個信仰同嗰啲嘅佛教啊、嗰啲乜道教嗰啲咩燒嘢嗰啲嘢咧，嗰啲咁嘅宗教咧係好唔一樣嘅嘢。所以你聽到這裡，你就會知道我們跟那些道教啊、佛教啊那些燒東西的宗教是很不一樣的。嗰啲宗教咧，你俾錢去俾嗰啲專業人士去幫你去揀好呢個嘅 laptop 係呢個紙紮嘅 laptop 係邊個牌子嘅話，這些宗教你把錢給一些專業人士去幫你選那些紙紮的那些電腦是什麼牌子的話，呢個即係用呢個紙紮嘅 BMW 或者紙紮嘅Mercedes 去燒俾你嘅親人，用那些紙做的寶馬或者奔馳去燒給你的親人，佢幫你燒咗佢，你就完事㗎啦。他幫你燒了以後，你就完成任務了。你唔需要去學咁多嘅嘢嘅。你是不需要去學什麼東西。但你去了解信仰嘅時候，當你去了解信仰的時候，讀聖經嘅時候，讀聖經的時候，你逃唔開，你需要去學一啲嘅嘢去了解呢啲嘅教導嘅。你不能避免你要去學一些東西，去理解一些教導。你可以領悟嘅程度，人人都唔一樣。你可以領悟的程度，每個人都不一樣。有時同你嘅呢個教育背景冇直接關係嘅。而且這個跟你的教育背景沒有直接的關係。我見到你哋當中有啲淨係呢個幼稚園或者唔係幼稚園，小學，小學唔係幼稚園 ，sorry， 小學。我知道你們當中有一些只是小學。你小學或者初中讀嘅嘢，即係你嘅學識淨係到嗰個小學或者初中嘅地步。你學嘅東西只到小學或者初中嘅東西。但係你去睇或者聽我哋嘅教導嘅時候，你吸收嘅嘢係超過咗另外一啲教育水準更高嘅一啲嘅人。但是你在聽這些教導嘅時候，你能接受嘅東西已經超過了一些別的教育水平更高嘅人。而你可以喺聽其他人講嘅呢啲嘅另外一啲嘅人講嘢嘅時候，你知道佢講嘢有冇問題。而且你在聽別的人去說這些道理嘅時候，你知道他說的道理是有沒有問題的。你未必能夠去講得好清楚，究竟點解嗰樣嘢有問題。你也許不能很清晰地說出為什麼他說的東西是有問題的。但你知道佢有問題。但是你是知道的。呢個唔係小嘢嚟嘅。這並不是一個小的事情。呢個好重要嘅。這很重要。因為神喺你心裏邊去話咗俾你聽，有啲嘅問題同埋有啲嘢好似唔係好對路。因為神在你的心裏跟你說有一些問題，然後有一些東西是不對的。仲有啲人點樣質問呢啲嘅信經寫出嚟嘅信經？還有一些人去責問這些寫出來的信經。佢哋話呢啲信經呢啲寫出嚟嘅嘢係冇乜重要性嘅。他們說這個信經寫出來的東西是並不是很重要的。因為佢引用一節嘅經文。他引用了一節的經文。一節嘅經文。只有一節的經文。呢節經文喺哥林多後書第3章第6節。這個經文在哥林多前書後書第3章第4節、第6節。哥林多後書第3章第6節。佢點講嗰句説話？保羅寫嘅。這句話怎麼說呢？是保羅寫的。佢話字句是叫人死，精義是叫人活。字句是叫人死，精義是叫人活。他說：因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義是叫人活。於是乎咧，呢啲咁嘅印出嚟呢啲咁嘅信經咧，唔係好需要去理佢嘅，因為都係即係一句説話講晒。
所以他們就說打印出來這些經義呢，就不用去理它，因為它只是一句話而已，不用理。你淨係知道嗰句説話嘅精義就得㗎啦，咁樣。你只要知道這句話嘅精義就可以了。但係佢咁樣解釋嘅時候，嗰段經文佢唔明白究竟保羅佢原本寫啲咩嘢。他這麼解釋這段話呢，他就是不明白保羅寫這段話的意思。保羅從來冇講過話呢啲嘅信經嘅嘢會整死人嘅。他從來沒有說過這些字句是讓人死的。佢保羅所講嘅字句係講緊律法。他這裡保羅寫的字句是說律法。保羅所講嘅精義係講緊耶穌基督嘅解釋同埋耶穌基督所做嘅嘢。他這裡說的精義是耶穌基督的教導和耶穌基督的所做的事情。所以保羅係叫我哋去明白呢啲嘅律法點樣去指向耶穌基督，以至乎我哋能夠得生命。他是說，保羅是說這些律法怎樣指向耶穌基督，而讓我們能夠得到生命。唔係叫我哋唔好去理啲咁嘅寫出嚟啲咁嘅文章仔。不是叫我們不要去理會這些寫出來的文章。如果你睇聖經嘅話，如果你看聖經的話，其實你唔難揾到聖經裏邊成日叫我哋去注意嗰啲寫低落嚟嘅嘢。你不難注意到聖經經常叫我們去留意那些寫下來的東西。特別係聖經，特別是聖經。你知道我哋有聖經，你知道我們有這個聖經，係因為佢寫出嚟，所以我去攞喺手裏邊。因為它是寫出來的，所以我們才能把它拿在手上。而我哋去講任何嘢，我哋做任何嘢，我哋所要討論問題嘅時候，我哋好多時候會攞翻呢樣嘢出嚟去討論。所以我們去講任何東西、討論任何東西的時候，經常要把這個聖經再拿出來討論。係一本寫出嚟嘅書，是一本寫出來的書，唔係隨隨便便係可以即係隨隨便便可以即係寫出嚟嘅呢本嘅書裏邊咁多嘅嘢。這都書裡面的東西並不是隨隨便便可以寫出來的，這麼多東西。所以聖經裏邊你會見到好多嘅地方，無論喺舊約又好、新約又好，佢成日去提醒我哋要去知道寫低落嚟嘅嘢係咩嘢。所以在聖經裡面很多地方，不管是新約還是舊約，都要提醒我們到底寫下來的東西到底是什麼。馬太福音22章，馬太福音22章23節到33節，23到33節。馬太福音22章23到33節。馬太福音22章有猶太人嚟挑戰耶穌基督。有猶太人來挑戰耶穌基督，問佢關於呢個娶老婆嘅問題。問他娶老婆的問題。佢講到，如果有一個男人佢娶咗老婆，但係跟住咧好快佢就死咗啦。如果一個人他娶了老婆，然後他很快就死掉了。跟住呢個女人再次結婚，就係第2次結婚、第3次結婚，一路去到第7次結婚。然後這個女人呢，第2次、第3次一直結婚，到第7次都是這樣子。你未聽過啲咁樣嘅嘢咩嚇？你是不是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故事？有啲女人係真係有咁嘅魅力嘅。有的女人真的是有這樣的魅力。即係佢可以即係話咁呢個係因為佢係猶太人嘅律法，於是佢接續佢啲兄弟會去娶呢個老婆，幫佢大佬生仔㗎嘛會。對，因為這是猶太人的律法，他的兄弟呢就會娶他嫂子，幫他來傳宗接代。咁嗰個猶太人就有一個問題。那猶太人就有一個問題啦。個問題就係到呢啲所有人死咗之後，去到最後，就是說這些人都死了以後，到了最後，呢個女人，這個女人係邊個嘅老婆？到底算是誰的老婆呢？你話？你們說呢？耶穌嘅回答。耶穌回答說：唔答，不答。佢點講？他怎麼說？佢話：你們錯了。你們錯了。冚唪唥錯晒。全部都錯了。因為不明白聖經，也不曉得神的大能。因為不明白聖經，也不曉得上帝的大能。即係咧，嗰啲人日問啲無理取鬧問題咧，其實因為咧佢唔明聖經。這些人問一些無理取鬧的問題呢，是因為他不明白聖經。我哋會小心講呢句説話咧，嗰個耶穌講耶穌會即係會咁做係咪？但係你自己嘅話，你唔好隨便話唔明白聖經係咪？所以我們要小心說，耶穌可以這麼說，但是你們的話呢，就不要隨便說別人，不要隨便說別人不懂聖經。但係最少對耶穌嚟講，嗰啲寫低咗落嚟嘅嘢，佢係需要去要求呢啲嘅人去花時間去了解佢嘅。
對耶穌來說，這些寫下來的聖經是需要人花時間去解釋的。當呢保羅出去傳福音嘅時候，在保羅出去傳福音嘅時候，當佢要去向呢個猶太人或者呢啲呢啲嘅非猶太人去講福音嘅時候，他向那些非猶太人講福音嘅時候，佢講耶穌基督嘅死同復活。他會說耶穌基督的死和復活。佢用咩嚟講？他用什麼來說呢？佢係引用聖經嚟到去講呢啲嘢嘅。他也是引用聖經來說的。咩聖經？舊約聖經。什麼聖經？舊約聖經。舊約聖經冇耶穌嘅。舊約聖經是沒有耶穌的。係咪？咁佢點樣用舊約聖經嚟講耶穌啊？那他為什麼用舊約來說耶穌呢？你就要知道佢究竟點樣做呢樣嘢。那你要知道他是怎麼做的。意思即係話我哋今日即係嗰啲對於嗰啲我哋見到寫低落嚟嘅嘢，其實係幾重要下嘅。所以對我們來說，這些有一些東西寫下來是非常重要的。其實呢個關乎成個西方文化嘅社會同埋呢個嘅政治同埋嗰個嘅文化嘅發展。這關乎整個西方社會，關乎這個文化和經濟的發展。基督教嘅教育，基督教的教育好着重呢個嘅討論，好着重呢個嘅理性，好着重呢啲嘅文件嘅嘢。很注重這些討論、理性和文件的東西。所以我哋唔好忽略呢啲我哋面前見到寫出嚟嘅嗰啲嘅文字同埋呢啲嘅所謂信經嘅嘢。所以我們不要忽略我們面前這些寫出來的這些所謂的信經的東西。呢啲嘅信經裏邊嘅文字係幫助我哋去讀聖經同埋去靈修嘅。這些信經裡面的文字幫助我們讀聖經和靈修。唔係你每日都會見到佢，見到佢有幫助。並不是說你每天看到它就有幫助。但係佢到某個時限可能會走出嚟去幫你去了解某啲嘅聖經所講嘅嘢。但是有的時候，他就會出來幫助你理解聖經裡面的東西。剛才我哋所講嘅嗰句説話咧，係點講呢？佢話：我信獨一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和有形無形萬物的主。剛才我們那句呢，就是我信獨一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和有形無形萬物的主。你見到佢裏邊講嘅係重點係講緊有兩個重點。第一個重點，你看他這邊有兩個重點。第一個重點係一個神，一個神。第二個重點，第二個重點，呢個神係創造世界所有嘢嘅神。這個神是創造萬物所有的東西的神。你講關於神嘅，你可以講好多嘢㗎。你說關於神，你可以說很多東西。但係呢個信經裏面淨係提到兩點，一個就係一個神。這個信經裡面提到一個就是唯一的神。第二樣嘢就係呢個係神係創造世界同埋所有嘢嘅神。而且這個神是創造萬物所有東西的神。點解佢選擇淨係講呢兩樣嘢？他為什麼選擇只說這兩個東西呢？你見到佢明顯佢有選擇性，因為你繼續讀落去嘅時候，由呢個第二去到第六，你會見到裏面全部都係講耶穌基督嘅。你讀下去嘅時候，從第二到第六，你就會發現他所有說的全部都是耶穌基督。淨係得一句説話講呢個嘅神，只有一句話是說這個神是父神。點解講得咁少？為什麼說這麼少？原因係因為當時佢要所處理嘅呢個亞流主義嘅問題，唔係出喺第一句説話嗰度。因為他現在要處理的問題，就是並不是出於第一句話的。但係佢需要提到一個神同埋呢個神係創造所有嘢嘅神，呢兩句説話上邊。但是他必須要提到這個神是唯一的神和創造萬物的神。其實呢個所謂一個神，這裡所謂的一個神係幾重要下嘅，是很重要的。因為呢個係猶太人當佢每一個星期去敬拜嗰陣時候，就是他們猶太人每個星期去敬拜的時候，佢都會同樣有佢嘅認信，他們也會有他們的認信。佢嘅認信嘅內容，他們認信的內容就係去承認呢個一神嘅信仰，就是承認這個一神的信仰。嗰段經文喺邊度？那段經文在哪裡？呢個就係喺申命記嘅第6章第4節去到第9節。這個就在申命記第6章第4節到第9節。我俾你阿添你讀出嚟好唔好？好。申命記第6章第4節到第9節。申命記第6章第4節到第9節。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上帝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上帝。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也要記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呢成段經文嘅大前提係第一句説話。這段聖經的大前提就是第一句話。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耶和華上帝是我們獨一的主。只有一個冇兩個。只有一個沒有兩個。唔可能有兩個。不可能有兩個。亦都冇第三個。也沒有第三個。呢個係舊約呢個嘅呢個以色列人，佢每次聚會嘅時候認信佢會讀嘅嘢。這是舊約以色列人，他們每一次聚會認信嘅時候，他們要讀。而呢段嘅聖經佢哋有個名俾佢叫做 Shema。而這個聖經它有一個名字的叫 Shema。Shema 係希伯來文，意思就話聽嘅意思。這個 Shema 呢，就是希伯來語叫聽的意思。Shema Israel 即係聽以色列人啊，你要聽。這個話就是說以色列人你要聽。第一句説話聽係咩嘢？就係耶和華我哋嘅神係獨一嘅主。第一句話聽咗什麼東西？就是耶和華我們的上帝是獨一的主。呢句説話，這句話去到耶穌嚟咗之後，到耶穌來了以後，喺耶穌所講嘅裏邊，在耶穌所說的話裡面，仍然有呢個重要嘅地位。仍然有重要的地位。當耶穌同呢啲嘅以色列人去解釋呢個嘅信仰嘅時候，當耶穌在和以色列人解釋這個信仰嘅時候，佢會話俾佢聽，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神，又愛人如同自己。他跟以色列人說：你們要盡心盡力盡性去愛你們的神，也要愛鄰如己。點解要咁做？為什麼要這麼做？因為佢哋所承認係一位嘅神。因為他們承認的是一位的神，所以佢要愛呢個主。所以他們要愛你們的主。同樣去到保羅所寫嘅裏邊，都係有咁樣嘅有咁嘅認信。同樣到保羅所寫的時候，也有這樣的認信。意思即係話，就算係以耶穌嚟咗呢個世界，就算耶穌來到這個世界，我哋所講嘅三位一體嘅神嘅第二位嚟咗個世界成為人之後，呢個一神嘅信仰仍然係啱嘅。在我們三位一體第二位這個神來到世界的時候，我們說信仰唯一的神也是對的。就算耶穌嚟咗都係啱嘅。就算耶穌來了以後，這句話也是對的。唔單止係咁樣，就算聖靈嚟咗都係啱嘅。不單是這樣，到聖靈來了以後也是對的。而你見到喺聖經裏邊，保羅會將某啲嘅句子，好似呢個嘅申命記嘅6章嘅呢啲嘅所寫嘅嘢，改咗少少，變成呢個新約嘅一啲嘅經文。你會看到在保羅把一些經文，比如說申命記這段經文做了小小的改變，然後變成新約的經文。例如哥林多前書第8章第5節到第6節。哥林多前書第8章第5節到第6節。哥林多前書第8章第5節到第6節有句咁嘅保羅寫嘅嘢。哥林多前書第8章第5節到第6節有這句保羅寫的東西。聽唔聽讀出嚟？雖有稱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許多的神，許多的主。然而我們只有一位上帝，就是父，萬物都本於他，我們也歸於他，並有一位主，就是耶穌基督。萬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們也是借着他有的。你都見到佢好似係將呢個舊約嘅呢個申命記第6章嘅嗰句説話，將佢改少少，以至乎呢，佢可以將呢個耶穌亦都加埋落去。你看到他把申命記這一段經文稍微修改了一下，然後把主耶穌也加進去。承認有神，亦都承認有一位嘅主耶穌基督。承認有一位神，也承認有一位主耶穌基督。另外地方亦都將呢啲嘅舊約裏邊講關於即係神嘅祝福，會將佢變成一個喺新約聖經裏邊嘅三位一體嘅教導，變成我哋嘅聚會完結嘅時候嘅嗰個祝福嗰個句説話。他也把舊約裡面的一句祝福修改一下，變成我們三位一體，成為我們教會結束的時候一句祝福的話。我哋成日聽到嘅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神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我們在教會結束的時候呢，會說那個祝福，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其實係類似於喺舊約聖經呢個民數記第6章嘅嗰個嘅祝福一樣。這就類似於舊約聖經裡面民數記第6章的祝福。於是乎，我哋會了解到呢個嘅一神嘅信仰對我哋嚟講仍然係好重要嘅。所以我們就會了解到，這個一神的信仰對我們來說仍然是很重要的。到最後呢個嘅信經裏邊，最後嗰句説話，佢哋提到呢個神係創造天地同埋有形無形萬物嘅主。對，這一段聖經最後那句，創造天地和有形無形萬物的主。你知道有好多嘅信仰佢唔會咁講呢句説話嘅。有很多的信仰，他並不會說這句話的。因為基本上好多嘅呢個宗教唔相信需要有個神創造天，亦都創造地嘅。很多的宗教，他們並不承認，覺得並不需要有一個主來創造天和地。因為好多嘅宗教承認呢個地係一塌糊塗，係唔需要去救佢。很多宗教承認這個地是一塌糊塗，是不需要去拯救的。亦都唔會承認呢個地一塌糊塗嘅地係有個神好嘅神去創造嘅。他們也不承認這個一塌糊塗的地是有一位神去創造出來的。佢哋淨會承認天係神創造嘅，冇問題。他們只會承認天是上帝創造的。天堂靚嘅地方，於是為神做嘅嘢冇問題。天堂是很美的地方，肯定是神造的。但係喺地上面呢個地方一塌糊塗，呢個政治文化呢個信仰一塌糊塗嘅地方，我哋唔會想承認呢個地係神創造嘅。對，在這個地上一塌糊塗的地上，所有的政治、經濟、文化一塌糊塗的地方，我們不願意承認它是由神造出來的。但係尼西亞信經裏邊承認呢樣嘢。但是尼西亞信經是承認的。我信獨一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和有形無形萬物的主。我信獨一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和有形無形萬物的主。根據聖經嘅教導，根據聖經的教導，我哋唔會覺得承認呢個神係創造天地萬物嘅呢件事情係一個羞恥嘅事情。我們並不覺得承認有一個上帝創造天地萬物是一個值得羞恥的事情。有啲人有呢個宗教根本講呢個世界唔重要，呢個世界我哋要離開嘅，唔係要喺度去改變嘅。有的宗教就覺得這個世界是不重要的，我們是要離開的，而不是要留下來改變它。係咪呢個世界要完全被消滅？我哋要逃離呢個世界，去念下經啊。於是乎我就離開呢個世界，去另一個嘅西方極樂嘅地方過好生活。他們覺得這個地是要被毀滅的，我們要念經去那個西方極樂世界去過好的生活。但係你睇聖經，你唔會咁樣講呢樣嘢嘅。但是你看聖經裡面並不會這麼說的。因為聖經講俾我聽，神創造天地。他們聖經說神創造天地，同埋講到耶穌基督嘅救恩同埋佢嘅救贖係屬於地嘅救贖。他說耶穌基督的救恩和救贖是屬於地的救贖。耶穌再嚟嘅時候要改變天同埋地。耶穌再來的時候是要改變天和地。而呢個天地嘅改變係由信耶穌嗰一刻嚟到開始。而天地的改變是從信耶穌那一刻開始改變。有罪嘅人，有好多問題嘅人，唔會絕對受呢個嘅罪同埋呢個世界嘅影響，失去自由。有些講多謝。呢個世界裏邊有罪嘅人，唔會絕對受罪嘅控制。這個世界裡面有罪的人不會受到罪的控制，唔會受呢個世界裏邊嗰啲嘅問題嘅束縛，不會受到這個世界裡面那些問題的束縛。喺聖經裏邊話俾我哋聽，當呢個耶穌嚟去救我哋嘅時候，他說耶穌來救我們的時候，佢嚟呢個世界裏邊去救我哋。他來這個世界來救我們。佢嚟救我哋嘅時候，他來救我們的時候係會改變世界嘅，是會改變世界的，改變我哋嘅環境嘅，是改變我們的環境，改變我哋人生嘅生命嘅，是改變我們的生命的。於是乎，我哋可以去承認神創造天地，所以我們可以去承認神創造了天地，因為我哋知道佢都會去救呢個天同埋地呢個世界。因為我們知道他也會來拯救天和地這個世界。個信經裏面第2句去到第6句就係講點解去救呢個世界。聖經裡面第2句到第6句就是說他為什麼要救這個世界。呢句說話去到最後唔單止講緊神創造天同埋地，這句話說到最後不單單是說
創造了天和地。神創造嘅係有形同埋無形萬物嘅主。神也是創造了有形和無形萬物的主。呢個説話聽起嚟好似好哲學性。這句話聽起來就非常的有哲學性。其實係保羅喺哥羅西書裏邊第一章寫嘅嘢。其實在保羅在哥羅西書裡面第一章寫的東西。哥羅西書第一章第15節到第16節。哥羅西書第一章第15節到第16節。有冇咧？揾到。我讀出嚟好唔好？我讀出嚟。哥羅西書第一章15到16節。愛子是拿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會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為他造的。呢個講到神創造睇到嘅嘢，同埋創造嗰啲睇唔到嘅嘢。這裡是說神創造了有形和無形的東西，亦都講創造天上嘅嘢同埋地上嘅嘢，也創造了天上的東西和地上的東西。你讀佢嘅時候唔好太過字義去了解佢。你讀嘅時候不要太過於從字面上去解釋它。佢咁嘅講嘅意思就係話佢所做嘢包括晒所有我哋而家所知道所有嘅嘢。他說他創造的東西是包括了所有我們現在已知的東西。如果將呢節聖經翻譯去到今日呢個嘅環境裏邊，如果把這個聖經翻譯成今天的環境，我哋會話神所創造嘅嘢，我們會說神所創造的東西，包括我哋嘅太陽，包括太陽，包括喺外邊外太空唔知幾多千億光年之外嗰啲超巨型嘅行星，嗰啲嘅行星，永恆嘅星。包括外太空不知道幾千億光年之外的那些巨大的恆星，包括你陣間翻屋企飲嘅嗰杯水裏邊所有嘅每一粒嘅分子，包括你等下回家喝水裡面每一個分子，同埋比嗰啲分子更加細嘅嗰啲嘅粒子，和這些分子裡面比它更小的粒子，甚至乎所有粒子裏邊之間嘅空間。和粒子之間，它們所有的空間，所有呢啲由最大嘅去最微細嘅裏邊，全部所有嘢都係我哋嘅神創造嘅。從這些最大的到最小的，都是神所創造的。呢句聖經裏面所講嘅嘢，這個聖經裡面所說的東西，係要俾我哋去感謝同埋去敬拜、去欣賞我哋神嘅偉大。是我們去要欣賞、感謝和理解神的偉大，同埋佢嘅智慧和他的智慧。所以佢裏邊所講嘢好短好少，所以他所說的東西很短很少，但係佢帶我哋去了解嘅嘢係包羅萬象所有嘅嘢。但是帶我們了解的東西是包羅萬象所有的東西。所以我哋今日喺度去過生活嘅時候，所以我們在這裡生活的時候，我哋要考慮呢樣嘢。我們要考慮這個東西。呢個世界裏面有冇一啲嘅嘢？這個世界上有沒有一些東西令我哋嘅生活同埋我哋所做嘅嘢裏邊，令我們生活和你們所做的事情裡面，除咗呢一位創造宇宙萬物嘅神以外，在這個除了這個創造宇宙萬物的神之外，多咗幾位阿二、阿三喺側跟做跟班，多了一些多咗另外一啲嘅神喺我哋側跟嚟到去影響我哋，多了一些神來影響我們，去阻住我哋去敬拜呢一位創造宇宙萬物、管理宇宙萬物嘅神，來阻止我們去敬拜這個真正創造宇宙萬物的神。而呢啲嘅假神不斷喺度緊我哋，話俾我哋聽佢係供應我哋嘅需要嘅神。而這些假神，他們在騙我們，說他在供應我們的所需要。跟住我哋好開心去跟住佢哋走。那我們就很開心就跟着他們走。變相係否認呢位真正創造宇宙萬物嘅神，就變相否認了這位創造天地萬物的神。我哋要問，我們要問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有冇啲咁嘅嘢？有沒有這樣的東西？對待你嘅朋友，對待你的朋友，對待你嘅親戚同埋你家人同埋你細路嘅時候，對你的親戚、家人、小孩的時候，我哋有冇承認我哋嘅主係喺度做緊工作？我們有沒有承認我們的主是在做事情的？唔係下下都要我哋去控制呢啲周圍嘅人，將我哋擺喺神嘅嗰個嘅位置上邊。而不是承認我們自己在控制我們身邊的事情。
將我哋變成好似神一樣，把我們變成好像神一樣，以為我哋變成神一樣，呢啲事情先至會變得完美嘅。認為我們把自己變成神，這些東西才會變得完美。其實我哋咁樣諗嘅時候，其實我們這麼想的時候，我哋喺度否認緊我哋嘅主。我們在否認我們的主。我亦都唔認識主耶穌能夠俾我哋嘅嗰個嘅恩典。我們也不承認主耶穌能給我們的恩典。我哋淨係相信我哋自己。我們只是相信我們自己。所以當我哋認信話呢個我哋嘅主係獨一嘅上帝、全能嘅父、創造天地和有形無形萬物嘅主嘅時候，所以我們在這邊讀聖經說，我信獨一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和有形無形萬物的主的時候，呢個說話係鼓勵我哋去放低我哋自己嘅。這句話是在鼓勵我們把自己放下。呢句說話話俾我哋聽，我哋嘅神有啲更好嘅嘢要俾我哋。這句話跟我們說，我們的神有更好的東西給我們。你以為好嘅嘢可能唔夠好，你認為好的東西其實不夠好。神有啲更加好要俾我哋。神有更好的東西給我們。你會唔會相信呢個嘅神？你會不會相信這樣子的神？呢個就係個重點。這個就是這個重點。我哋就祈禱好冇？我們一起禱告。我們的主，我們謝謝你，因為你是我們的父，我們的神，你也是獨一創造萬物、物理萬物的主。我們今天來到你面前，我們在反省我們在你面前的地位，跟我們所做的事情，以及我們懂得怎麼去愛你，曉得你愛我，給我們有恩典。謝謝你給我們今天的時間，以致當我們去念那個尼西亞心經的時候，那個心經可以幫助我們更加的去親近你，曉得你一直愛我們，你一直掌管我們的生命，你沒有離開過我們。我們這樣的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名而求，阿們。我們一起起立回應神的信息。